大家平時有冇行過康文署嘅社區園圃？如果真係咁好彩一日俾大家抽中咗塊田，接住我哋就會介紹一啲新手農夫常犯錯誤，其中一個大安旨意等開田先至算數。咁我哋上網會 search 到一系列嘅一啲資訊嘅，喺我哋網站裏邊其實已經介紹咗全年12個月究竟唔同月份種啲乜嘢類別嘅植物係最為合適。咁另外就係佢嘅種植行距係幾耐。第二個錯誤就係唔知落咩肥，我哋可以去咖啡店嗰度問佢攞一啲咖啡渣攞嚟做種植啦，舂碎佢或者撳碎佢啦。我哋可以放喺一個大型嘅器皿裏邊，由佢發酵啦。另一樣屋企最常見雞蛋殼，其實我哋可以收集翻嚟呢，作為一啲輪夾肥嘅。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啦，我哋呢啲雞蛋呢係需要研碎佢嘅，一來佢有機會積水啦，二來呢佢好耐先降解嘅，茶葉渣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第三個常犯嘅錯誤，買一系列嘅種子翻嚟呢，其實未必需要嘅喎，可以去街市嗰度呢睇下有冇啲蔬菜呢係已經帶有根系嘅。芫茜啊、京葱啊等等呢啲情況，咁我哋只需要將上邊食用部分剪咗之後啦，而攞翻去落田嗰度重新栽種，加快我哋種植嗰個進程嘅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新手農夫攻略嘅話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咁我會將新手農夫攻略 send 俾大家。